唔知大家有冇去過法國嘅羅浮宮呢？好多人慕名而去，即係為咗睇一眼嗰幅全世界最出名嘅微笑。但而家唔使飛巴黎，沙田文化博物館就已經有得睇啦。最新展館邂逅蒙羅麗莎文藝復興的再現，我哋唔再只係可以近距離咁睇 Lisa， 甚至可以行入佢嘅世界。展覽主要分為3大展館、2大主題。第一部分叫邂逅蒙羅麗莎，一入到去你就會俾6個超震撼嘅沉浸式光影劇場包圍，全景式嘅肖像同埋風景嘅投影，將名畫裏面每一個細節都放大再放大。而現場嘅多媒體互動裝置，佢會一步步咁為大家解密達文西嘅雲圖發畫技，等你親眼睇到呢幅畫係點樣被一層一層咁疊加出嚟。呢度仲融入咗好多感官嘅體驗，甚至可以聽到蒙羅麗莎親口咁話俾你聽佢微笑背後嘅秘密。同場仲有介紹發生喺1911年歷史上最著名嘅蒙羅麗莎失竊案。大家喺度唔單止淨係可以睇，仲可以上手添。展館除咗提供多款嘅小遊戲俾大家以互動嘅方式學習歷史，仲可以為蒙羅麗莎自定自己中意嘅顏色。喺最後離開展館前，記得同蒙羅麗莎影埋幅相先走啊！第二部分文藝復興的再現就會帶大家去回歸純粹嘅古典藝術震撼。呢一次主辦方精選咗嚟自法國同意大利多間頂級文博機構嘅藝術珍品，現場公開展出咗4幅達文西本人嘅親筆素描同埋手稿筆記。呢啲幾百年前嘅天才手稿，平時都係鎖喺歐洲嘅保險庫入面，今次竟然直接呈現咗喺香港觀眾嘅眼前啊！現場仲透過其他當代大師嘅雕塑、繪畫，立體還原咗成個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嘅黃金盛世。各位文青有時間嘅就過嚟沙田睇下啦！